后来又回头来讲，这个过年前嘛爱传一寡糖仔饼，安尼让亲戚朋友来厝内底拜年行春，才会当互食甜甜。屏东有一间做糖仔饼的老店，种类真济，继续搁办理，所以今若到过年，咧人总是钱甲规厝间，也未开门咧，都排队排甲长落落咯。 排队一样啊，我着歹势，即马人真正足济。摕一包，搁一包，袋仔内底拢是各种的饼、糖啊、丝寿啊，每一种拢爱买来食看卖。年糕啊，可甜面啊，这样糖啊，伊那食呀。规间店拢是人排队的人真济，搁细几啊人，由排队引导线无用维持秩序。120。 规台无用试试，保护员工刹车啊，出入日，民众拢大包小包，搁有摕纸箱啊买来买的。就是选择很多，然后你要多少的量，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这样。便宜呀、也可以一次买很多。对啊。屏东这间40年老字号的饼工厂，丝寿啊真济，介绍搁真俗，只要过年期间生意就会强滚。我们第一次拉人龙，因为往年都没有办法买，都很多人。会好民众买甲真欢喜的，搁有高雄金武这间大型批发工厂，600平的厂房有丝寿啊、生活商品，专门批发予各地的小百货。犹太介绍嘛变做民众买物件的另外一种选择。